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史提宅急便。今日1分鐘帶你遊花園。呢個黃竹坑站港島南岸嘅外圍，一齊睇下去新加坡國際學校同埋加拿大國際學校有幾近先。新加坡國際學校真係過對面馬路就係啦。加拿大國際就高少少，除咗揸車行路都得㗎，不過夏天就熱啲啦。今日睇住咁多先，記得 follow我史提宅急便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